赤树姑娘，你瞧这个地方机关重重，也不知道藏了多少宝物，说不定这大补丸的解药就藏在里面。索大人，这个机关十分的复杂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打开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点心，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再给你们1个时辰，如果你们再打不开，我把你们这没用的手给剁下来。我剁下来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开。索大人，消消气啊！我觉得他们打不开，跟您站在这儿也有关系。您想啊，您站在这儿，他们紧张啊，紧张肯定打不开。要不然您看这样行吗？您到外面啊歇息，喝个茶，我来看着他们。还真说不定啊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世淑姑娘帮我先盯着点儿。好嘞。啊，你们听好了啊，一切都听世淑姑娘的安排。是。赤树姑娘，这个机关设计得非常巧妙，我等真的无力打开啊！是啊，我看看。您请啊，您看看。哎，赤树姑娘，你也会开机关啊？嘘，小声点啊，这事儿不能声张。这个机关我要是开不了的话，你俩手可就保不住了啊！是，我们不说。我这次要是开不开的话，千万别怨我啊！不会，能开开。来，您请。您请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保佑我一定要开啊！保佑。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赤树姑娘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别催我了，恐怕我们的手是真的保不住了。是啊。能不能不要那么绝望啊？我有种预感，我很快就能打开，很快。这真的假的啊？1个时辰了，还没打开吗？天哪！我打开了！我打开了！世淑姑娘，你可太棒了！哎，世淑姑娘，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会开机关呐！太了不得了！走，不是，我不会开机关，我是之前皇上不是安排我在鳌拜府当卧底吗？我看见过几次，照葫芦画瓢，您看捣鼓了1个时辰才给捣鼓开。哎，世淑姑娘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你看这么一次就能够记下手法来，这可太了不得了，真是聪慧过人呐！走，咱们休息一会儿。哎，世淑姑娘。你们俩把工匠带走，给他们打赏，快！知道。谢。没想到啊，这鳌拜老贼的密室，珠宝多的比皇宫还多。可不嘛。哎，索大人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俩呢先挑点，剩下的入账，您觉得呢？这和世淑姑娘一起办案，真是太开心了。是，您那边，我这边，怎么样？行动！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哼，猪哥哥，看你以后还好意思骂我笨。世淑姑娘，你这就挑好了？当然了，再多挑点吧。啊，不了，我挑的已经够多了。索大人，您再接着挑点呗。我呀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不对呀。怎么了？这大补丸的解药还没找到呢，
怎么跟皇上交代？那您要不要再带着手下人继续看看？您看这天色不早，我挑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先撤了。好嘞，那我送你出去。来，谢谢索大人。慢点。好。李太医，太皇太后凤体前安，李太医，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好，卑职这就过去。公公将来告老还乡的时候，可否会回陕西榆林去安享晚年啊？不回去了，没有亲人的家乡还算什么家乡啊？公公在这世上，当真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吗？本来是有个孪生哥哥，但几十年杳无音信，恐怕早已死在乱军之中了。万一公公的哥哥吉人自有天相，还活在这个世上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在这世上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事呢？啊，快走吧，太皇太后还等着呢。看来，他还是很渴望亲情的吧。如果义父出面与他相认，他一定会很惊喜吧。公公，太皇太后的病一向是院判大人亲自瞧，今日怎么突然宣我这个排名最末的太医？这个咱家就不清楚了。也许是院判大人觉得你年轻，却医术高明，太皇太后也就留上心了吧。公公，这好像不是去慈宁宫的路吧？太皇太后不在慈宁宫，你别多问了，跟咱家去就是了。公公，太皇太后宣我瞧病，不会是有别的什么事吧？看在咱们同乡同姓的份上，能否告知一二？你多心了，你刚刚才救了皇上，太皇太后也许是想赏赐你呢。多谢公公，走吧。厉贵人，您吉祥。李公公安好。微臣参见厉贵人。李太医免礼。谢厉贵人。师父，大师兄出事了，我去永乐宫通知医患。你千万要沉住气，不得忘了得意，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知道了吗？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如果朱哥哥看到这个铜匣子，一定会惊喜万分的。到时候我就将找到铜匣子的过程说得惊心动魄，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小瞧我这个小师妹了。哼！一欢，谁？一欢，快去救大师兄，快啊！啊！李公公，太皇太后不是宣我来看病的吗？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？有什么事情先进去再说啊！开门。李公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皇太后懿旨，将你们这些捉拿鳌拜有功的人聚在一起，每个人赐一杯御酒。龙小弟，我求求你去救救我哥哥，还有那些工人吧。他们犯了什么错？他们不就是看我打了你一巴掌吗？可是，他们就要因此失去自己的性命吗？这不公平啊！朕已经吩咐过所有人守口如瓶了，没想到还是传到了太皇太后的耳朵里去了。现在太皇太后已经下了懿旨，朕也不好公然对抗她的权威啊。太皇太后的权威，难道比那些人的性命还要重要吗？太皇太后要维护的
是皇权的威严。这是紫禁城，有很多规矩，不仅这里的大小奴才要遵守，连朕也必须得遵守。祸是我闯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之前打了您一巴掌，您打我吧，打我多少下都行。你别闹了，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？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太皇太后不会放过你的。等他处理完你哥哥那些人，就会轮到你了。那皇上，您还是先杀了我这个祸首吧。如果先杀了我的话，死在哥哥的前面，我就不会那么内疚了。易欢的易欢，你还老说自己是朕的老大，一到这种危险的时刻，你就这么没出息的以死相要挟。您现在是高高在上的皇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奴婢，我只能求您大发慈悲，饶了我哥哥。少说的那么可怜，你什么时候把朕当过皇上？不一直把朕当成你那个结拜小弟吗？奴婢再也不敢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您现在是皇上，不是奴婢的龙小弟。皇上，之前都是奴婢错了，要罚你就罚奴婢吧。你先起来吧。我不起。起来吧。这么跪着也不是办法。皇上，我求求您了，您能不能去救救他们呀？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，我肯定会内疚死的。楼下，皇上，你就救救他们吧。人自然是要救的，但你倒是说说，这要怎么说服太皇太后啊？您可以跟太皇太后讲齐桓公跟管仲的故事。当年，管仲为了救自家主子，向齐桓公射了一箭，但是那个箭正好射到了齐桓公的腰带上，齐桓公没有死。后来，齐桓公不计前嫌，任用管仲当了国相。管仲感激涕零，倾尽一生的才华，辅佐齐桓公，最后成为春秋五霸的首位。皇上，您不会连齐桓公都不如吧？论气度，朕自然是不输齐桓公的。可是你能比得了管仲吗？论治国之才，奴婢当然比不上管仲的一根汗毛。但是，你想招来人才容易，想找到像我这样陪你吃喝玩乐、赌骰子拼酒的人，可不容易啊。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。只不过，早晚有一天你都要出宫嫁人，不能一辈子留在宫里陪着朕，那朕岂不是很吃亏？原来您是因为这个呀？那您现在想怎么办啊？跟朕说说你那个青梅竹马吧，他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，家世如何？这个属于奴婢自己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那你总得告诉朕，他的外貌仪表、才华气度比朕如何？这个嘛，我也没法说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让你说，你说不就完了吗？那我真说了，你可不许生气啊！笑话，朕在你的心里度量那么小啊？他确实没有皇上您高贵俊逸，但是他很温柔，对我特别好，人很老实。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我可以把他吃得死死的。不像你，今天说这个你开心了，明天说那个又得罪你了。那你爱他吗？二师傅，我头晕。师傅带你去休息啊。二师傅，一环他是在装病，你千万别上了他的当。一会儿大家练完功，再罚你扎半个时辰马步。玉环妹妹，你别生我的气了好吗？环妹妹，这个给你，我们和好吧。和他说，
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说这些闲话？您赶紧跟我去救人吧。皇帝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好奇心，甚至也会嫉妒。龙小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再不去的话，他们人头马上就要落地了。放心吧，这个宫里没那么容易见血，要灭口用的都是鸩酒。鸩酒？那您赶紧下旨吧。走，快去救他们！你先别着急，这太皇太后一下子从朕身边抓了10几个人，还需要等你过来求朕，朕才知道怎么做吗？朕虽然不好公然抗旨，但是早已命人准备了解药了。真的？那你不早告诉我？不对，你是不是得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给我解药？当然，朕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爱这个青梅竹马吗？我不是不告诉你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他就对我特别的好，以后我肯定是要嫁给他的。至于爱不爱，我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现在回答完了，你可以跟我去救人了吧？等一下，朕还有一个问题。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你有话快说，有屁！皇上，您问吧，您快点问。你爱朕吗？这是太皇太后赐给你们的御酒，你们每人各取一杯，享用吧。这酒有毒。公公饶命！公公饶命！李公公，太皇太后为何要赐毒酒给我们？咱家也没有办法。事到如今，我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吧。都怪你们的运气不好，看到了不该看的场面。李公公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请您帮我们向太皇太后求个情，饶了我们大家吧。咱家没有这个面子，更没有这个胆子。这太皇太后的懿旨既然已经颁下来了，谁都救不了你们了。这毒酒，你们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李公公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李公公，我知道你和我们一样，都服过大不完，都是鳌拜埋在宫里的棋子。今天，你若不救我和这些宫人，那么你的秘密，我也不会再替你保守了。为什么不回答朕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如果我说实话，我怕你不开心，不给我解药；但是如果我骗你的话，那就是犯了欺君大罪了。你就照实了说，朕答应，不论如何，都会救你的哥哥和那些工人。真的？天子之语，金口玉言。不爱。这2个字说的真干脆，丝毫不顾及朕的感受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皇上是这个天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人。可是作为老大，也许我会爱上结拜小弟龙三，但是作为奴婢，我永远都不可能爱上皇上。杀了他！李德福，想不到你要杀我灭口！快追啊！站住！快！李太医，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李德福，你别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知道你是鳌拜的内奸了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有我妹妹易欢，我若是死了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李太医，你我都是同乡又同姓，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，可是太皇太后这懿旨一下来，我们这些做奴才的，除了照办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救了皇上的性命，又助皇上擒拿鳌拜，立下大功，太皇太后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要置我于死地？哎，都怪你那个妹妹呀！仗着皇上对她的宠爱，她就无法无天。我在这宫里都已经几1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宫人敢打皇上的。易欢呢？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太皇太后不会放过她。李太医，你先把我放了，继续替我保守秘密，让我去向太皇太后求情，我尽量求情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些工人呢？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咱们都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哪还有闲心顾及他们呀？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无辜的人丧命。我要见皇上。住手！皇上，微臣参见皇上。凭什么？李太医，朕赦你无罪。你现在马上和索额图去解救那些中毒的工人。微臣遵旨。这，快！李德福，这差事你办的可真是用心呢。皇上恕罪。石叔姑娘，老奴也是实属无奈。石叔姑娘，您大人大量，不要记恨老奴啊！中堂大人，公公有礼了。宫中一切可好？中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。皇上好吗？皇上现在还是每天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，无心朝政。他那都是故意，
做给老夫看的吧。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景象，老夫是历历在目。不过如今皇上翅膀硬了，不把我等老臣看在眼里了，是时候给他点教训了。啊，那中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每日给皇上以重补药吧。接着看着他喝下去，懂了吗？奴才懂，奴才懂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公公，我这口技练得还不错吧？原来那晚你也在马车上，那你是如何知道是我？公公啊，虽然您那天行事谨慎，带着黑纱，我看不清您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看到了您耳朵后面那颗痦子，所以我还是认出了是公公您。李易欢，太皇太后果然说的没错，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丫头。可是李公公啊，这太皇太后也看错了您啊，您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奴才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李公公，您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是不会害别人的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害人的人。所以只要您不对我们兄妹两个起什么歹心，那我们自然不会对您怎么样。但如果您的心里对我们兄妹两个，皇上，等等我。龙小弟，谢谢你啊。其实就算你不求我，我也要救那些宫人们。虽然这会让太皇太后特不高兴，但是朕已经擒下了鳌拜，真正亲政，朕必须坚持己见。不过这个李公公实在是太讨厌了，向太皇太后告密的人肯定是他。这个朕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但是李德福10岁就进宫了，侍奉过3代君王。太皇太后对他十分宠信，打朕小的时候啊，就是由他把朕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太皇太后，这已经是惯例了。就算朕有不满，也无可奈何呀。没想到皇上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啊。当皇上无奈的事情多着呢。对了，大补丸的解药你搜到了吗？我哥哥还没有完全的研制出来，估计这个鳌拜是想彻底让我和哥哥给他陪葬了。那怎么办？这鳌拜虽然已经擒下，但他毕竟是3朝元老，他的一生功过十分复杂，朕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呢。而且他的性子十分桀骜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龙小弟，我是你老大，自古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没问题的我。朕真的是没用啊，连你都保护不好。龙小弟，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，不然我会愧疚的。都快点，把药给我灌下去！把药赶快灌下去！快点，赶紧的，把嘴撬开，给我喂下去！快！皇上，不必多礼，先救人吧。快救人！皇上，我已经安排他们把药都给灌下去了。那他们是不是得救了？药已经喂下去了，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什么？但是，这酒毒性实在太烈了，纵然服下解药，毒素也早已侵害了他们的咽喉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。张嘴。你是说，他们以后都是哑巴了？是我害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哎呀，李德福啊，连这点事你都办不好，你真是不中用啊你！太皇太后，您息怒，奴才跟纳赛正要把事情办好的时候，
皇上跟李欢突然来了，皇上让奴才放人救人，奴才哪敢不遵从啊？哎呀，皇上是中了李欢的毒了，中毒不浅呐。这样吧，你把这个李欢给我叫过来。谨遵太皇太后懿旨。龙小弟，没想到我冲动打了你一巴掌，居然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朕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在朕的心中，一个好皇帝，与其让臣民们畏惧，不如让臣民们敬爱。难怪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你是全天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了吧？懿欢，朕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一定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你更不可能会爱上朕了。也许这皇宫确实不适合你，你应该出宫去嫁给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可能会更幸福。奴才参见皇上。李德福，你可真有眼色呀，还敢过来见朕！皇上恕罪，奴才知道，皇上现在心情烦躁。不过太皇太后宣世淑姑娘去那个慈宁宫觐见，奴才不敢不传呐。皇上，太皇太后不会想赐奴婢一杯御酒吧？没事，别害怕，朕陪你一起去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先在外面候着，朕进去跟太皇太后先说说。皇上，奴婢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，可就靠皇上你了。放心吧。这太皇太后肯定不是个好说话的，万一皇上的面子她也不卖，那我是不是该赶紧脚底抹油溜啊？皇祖母吉祥。起来吧。刚刚擒拿了鳌拜，还有许多善后的事情需要做。皇上怎么会有闲暇来陪哀家这老太婆呢？不是，皇祖母一直教诲说，越是处理大事，越要从容。孙儿一直谨记于心呢。幸亏爹和师傅没有先见之明，别的功课都任由我偷懒，却逼着我狠练轻功，关键时刻果然能够救命。可是我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铜匣，还有那么多值钱的珠宝还在永乐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呦，管他的，也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，先保住小命要紧。难怪鳌拜会栽在这个小丫头手里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她居然一点儿也不慌乱。哎呀，皇上你亲政了，哎，有许多事情呢可以自己做主张了，也用不着哀家这老太婆唠里唠叨了。皇祖母何出此言啊？孙儿心里极是惶恐，不知孙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还请皇祖母垂训。得了，去玩去吧啊！你们都退下。下去吧。皇上啊，
听说你把李太医和那些工人们都赦免了。啊，是。这个李太医啊，擒拿鳌拜有功，又救过孙儿的性命，而且这些工人都是伺候孙儿多年的老人了。孙儿心里极是不舍，所以就赦免了他们。朕少造一些杀念，也是为了皇祖母积福天寿嘛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你可是刚刚亲政啊，就如此妇人之仁，以后怎么立威啊？你那个叫什么李义欢，这个小小的答应，他当着众臣的面打了皇上一巴掌，而皇上竟然不仅不惩罚他，反倒给他还特设了一个笔墨诗书的女官员的位置，还给他赐了一个永乐斋。哎，这些做奴才的可真小心，唯恐听到了不该听的，都站得远远的。我可顾不了那么多，我得认真的听着，万一龙小弟顶不住了，我好赶紧溜啊！皇上，你这法度尊严何在呀？哀家本来想协助你处置这些事，没料到你已经特赦了他们。你眼里还有哀家这个把你从小苦心养大的，把你扶上皇位的老祖母吗？你全然不顾哀家这副老脸了。皇祖母息怒，若是因为此事伤了皇祖母的凤体，那可真是孙儿的罪过了。皇上若眼里还有哀家，就立刻下旨赐死这个李义欢。好狠的老太婆，果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龙小弟，如果你保不住我，那我就只能发个讯号，通知祝哥哥和我一同撤离了。那你从此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我。你可不要怪我绝情啊！谁叫你这个皇帝当得这么窝囊，连自己的结拜大哥都保不住。孙儿自小就没了父母，全凭皇祖母的疼爱，才将孙儿一手养大。孙儿对皇祖母之心，那是天地可见的。此事，孙儿可能处置上有些不当，但绝无半点忤逆之心啊。唉，罢了。皇上呢是仁慈大度，也是正当年少多情嘛，也难免呢迷了心性，失了分寸。起来吧。皇祖母，您先消消气。这个义欢呢，是孙儿在出宫微服私访的时候结识的。那个时候，孙儿一时玩性大发，就假冒侍卫龙三的身份和他结了拜，还谎称自己是皇上的替身。没想到他还真信了，所以他后来才打了孙儿一巴掌。其实吧，他不是冒犯龙威，他只是把孙儿当成了他那个假冒皇上的结拜小弟了。他居然不知道你是皇上？是啊，这个义欢出身草莽，没见过世面，性子又天真烂漫。孙儿也是一时兴起想骗骗他，没想到他还真信了。为了帮孙儿这个所谓的替身对付鳌拜，他还不惜性命，与鳌拜那是以死相拼啊！若是宫里的其他人对孙儿不敬，那自然是死不足惜。可是义欢她只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傻丫头，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？哼，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傻丫头。你认我做老大，就是为了戏弄我找乐子呢。皇祖母，说实话，这宫里又有哪一个女子肯为了孙儿不惜性命，与鳌拜以死相拼呢？就看在他对孙儿这份难得的情谊上，饶了他吧。皇上，能说一句老实话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为这个李义欢动了心了？
皇祖母，孙儿刚刚真正亲征未久，内有鳌拜的余党未能清理，外有三藩做大，还有前明余孽组成的反清联盟，时刻威胁着我大清江山，所以孙儿不敢沉溺于儿女私情，对任何女子都不会真正动心的。龙小弟，原来你对我果然不是真心，这样也好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哦，哀家以为呀，这李易欢是一个狐妹子，让皇上迷失了心性。这样听起来呢，哀家也就放心了。至于这李易欢是要杀要赦，那就看皇上的了。皇祖母啊，这孙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这易欢呢，他娇俏可爱，天真烂漫，就像一个开心果，所以孙儿想把他接着留在宫里，让他伺候。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皇上啊，你小小的年龄，承担起大清朝的重任，哀家想想都心疼。皇上什么时候做到不动真情，不误国事，那你就真正的成长了。皇上，你看这后宫有那么多的小丫头，你叫哪个不是啊？非得她这个李易欢不可吗？她有何等的姿色呀？何等的本事？皇祖母，这易欢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女子，孙儿求皇祖母成全。这个李易欢是不是在门口候着呢？那就叫他进来吧，让哀家见识见识。太皇太后和皇上宣世淑姑娘觐见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太皇太后，皇上，世淑姑娘觐见。太皇太后吉祥，皇上吉祥。果真是一个灵秀的人儿。你盯着哀家做什么？哦，奴婢只是好奇，原来太皇太后长这么好看呀，慈眉善目的，就跟画里走出来的观音菩萨似的。你不必在这里花言巧语。李易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你知什么罪？讲来给哀家听听。奴婢白长了一双眼睛，没有认出来皇上就是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。奴婢更是长了一个猪脑，居然皇上说什么，奴婢就信什么。你看，皇上，你看这小丫头啊，她哪里是在认罪呀？她分明的是拐着弯的数落皇上。皇祖母，这丫头一向如此，心直口快，不知轻重。那你就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您。当初奴婢看上皇上穿着龙袍，坐着龙辇，回到御书房的时候也觉得好奇，奴婢就追上去问皇上：“哎，你到底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”结果皇上一脸严肃地跟奴婢说：“嘘，小声点，我当然是龙三，不是皇上。”你不是皇上，可是为什么外面那些人都跪下叫你皇上呀？那是因为我呀是皇上的替身。你是皇上的替身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身形跟长相都酷似皇上，所以我是皇上的替身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大清虽然入关数十年了，但是根基未稳，皇上又年少，刚刚亲政嘛。不光这前明余孽，还有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想谋杀皇上，所以呢，我就当皇上的替身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你会跟我结拜呢，
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能跟我结拜呢？对啊对啊，这回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龙三你在宫里打听不出来了吧？那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侍卫，我呀，只需要在皇上需要我的时候出来露面就行了。太皇太后，你们都笑什么呀？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敢骗你。奴婢当时就想，龙小弟真可怜，为皇上卖命，还得替皇上挨刀子。这丫头啊，果真有趣呀！皇祖母，当时的情形啊，确实如此。孙儿啊，也是一时童心未泯，见这个丫头什么都不懂，特别有趣儿，想逗一逗她。想逗逗我，但是奴婢当真了，真的把皇上当成兄弟，不想看着你去死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真的以为他要去跟鳌拜拼命，所以就把身上的金蚕背心脱了下来，给了他，还陪着他一起去跟鳌拜拼命。要不是我哥哥及时赶到，恐怕我跟皇上就……瞧这丫头啊，委屈的哟。得了，哀家呢就饶过你了。真的？嗯。谢太皇太后，还是太皇太后好，不像皇上，就知道欺负奴婢。哀家听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当着那么许多的大臣们的面，打了皇上一巴掌，是吗？哀家着实的恼怒啊！没想到，就像皇上说的，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规矩，而且呢，还对皇上有恩有义的一个小傻丫头。所以太皇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，可以饶恕奴婢啦？不，你毕竟打了皇上，你这叫犯上啊！要是对你不进行惩罚，哀家和皇上的威严何在呀？太皇太后，您还要罚奴婢啊？哀家对你呀，是死罪可免，活罪就不能饶啊。这么着吧，你哪只手打了皇上，那就伸出哪只手来，就得挨打50手板。太皇太后，我爹跟师傅从前总打我手板，我都打怕了，能不能换一个不打手板啊？死罪都给你免了，你还在讨价还价呀？不是，奴婢不敢还价，只不过奴婢是用右手打的皇上，可是奴婢这右手受了伤，还缠着绷带呢。太皇太后，您看。是啊，皇祖母，易欢手上的伤啊，还是为了救孙儿，被鳌拜用匕首给刺的，这伤口又长又深，这血好不容易才止住的，现在还没愈合呢。那就伤好了再打。太皇太后，您就饶了奴婢吧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吧，哀家呢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哀家出3个题目，你要是答对了，就免去这50手板。考试啊？奴婢最怕考试了，能不能不考试啊？你这个小丫头啊，又怕死，又怕挨打，又怕考试，那怎么着？那是挨杀头呢，还是挨打呢？还是硬考试呢？那还是硬考吧。不过太皇太后，您出的问题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答案啊？哎呀，哀家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这个小丫头啊？哀家出的题目是有答案的。是，太皇太后息怒，是奴婢小心眼了。那请太皇太后出题吧。告诉你小丫头啊，这后宫之主是皇后，就由她来出这3道题。1个时辰之后回来再考你。是，谢太皇太后。皇祖母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李易欢那个狐妹子了？不放过她又该如何呀？就算是灭了她，
你想想，皇上也不会亲近你，更会疏远你的。哀家也会遭到一生的怨恨的。那您就不担心李一欢继续留在宫中祸害皇上？唉，开始的时候哀家也有担心，可后来一见到这个李一欢呐，她只不过就是一个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。皇上也就是少年心性，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。所以哀家呢，想放他一马，等待以后视情形而定吧。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，那妾身就暂且忍耐了。哀家出了这3道题，一是为了考量一下这李一欢，二呢，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。现在呢，这前面这2道题呢，就由皇后来出，最后这道题由哀家来把关。好，这第1道题呢，你要用一根绳子，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。这么简单啊？不简单，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。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只能用一只手，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。皇祖母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只能用一只手，又不能接触这冰块，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？皇上啊，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，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。可是这50手板，你就着实的挨上了。皇祖母，这一欢手上还有伤呢。那伤好了再打。皇祖母，这个一欢要是实在办不到，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给他换一道题啊？哀家是一再让步啊，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。皇上，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确定啊？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，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。可以呀，不过你得快点儿，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让开！哎，谁家野孩子呀？没点规矩！让开！哎，这孩子。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冰都快化了，你想出来办法没有？奴婢想到办法了。就可以了。这丫头，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。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
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。哦，朕明白了。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，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。易欢，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。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。从小到大，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，但是什么都学，只会那么一点点，杂而不精，跟博学二字万万沾不上边儿。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小的时候，在冬天啊，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用盐水呢冻冰人儿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。好啊，小丫头，这第1道题就算你过关了。哀家接下来再考你第2道题。你数数，横着数多少，竖着数多少，一共多少个铜板？数数。回太皇太后，横着数有4个，竖着数有5个，一共是8个铜板。好，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，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。啊？可是这不对啊，横着就变成5，竖着变成4个。哀家给你1炷香的功夫，你要是再猜不出来，那就算你输了。完了完了！小的时候，奴婢不想好好学习，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，而师傅们总是吓唬我，把戒指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啊，这下好了，以前没挨多少打，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。太皇太后，您只说了只能移动1个铜板，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。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小丫头啊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？太皇太后恕罪，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，然后告诉了奴婢，奴婢才说出答案的。你这丫头，朕好心帮你，你还出卖朕。皇上，对不起，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，那可是犯了大罪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，不能算是作弊。再说了，这道题啊，它本来就简单，孙人就算不提醒易欢，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。你这易欢小丫头，她若是不承认，你皇上也不承认，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。罢了，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，这道题就算过了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您人真好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。净说漂亮话。好了，哀家呢，接下来再给你下第3道题。不过呢，皇上，你就不能再度的帮衬作弊了。孙儿明白，这第3道题，孙儿绝对不会再帮他作弊。你如果再作弊，当然也算输。这第3道题，小丫头，你听好了啊，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，偏偏你自己做不到。这个嘛，奴婢知道了。除了奴婢，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，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。好，这个答案好。皇祖母，这一关易欢算是过了吧？哎呀，皇上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想想啊，一个好好的人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去杀人呢？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，只是呢，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。
所以呢，这个答案不对。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？当然了，这个答案呢是需要有人来演示的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实在是想不到答案。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不敢再为奕欢求情了。孙儿只是希望你能多给奕欢宽限1日的时间，让奕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好啊，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就宽限你1天。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，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慈宁宫1天。待到明天这个时辰，你要是再答不上来，那就要着实挨打了。谢太皇太后。李欢这个小丫头，真够机灵的啊！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。原本妾身出的第2道题是可以难住李奕欢的，如果不是皇上相助，只怕他早就输了。皇后不要这么想，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，这李奕欢他也会答得出来的。只不过是呢，多花些时间罢了。幸好皇祖母出的第3道题把他难住了，就算他想了3天3夜，也未必想出答案。只是，又怕这一夜之隔，又有人给他送答案去了。只要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出这3道题的目的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计较结果呢？如果这李奕欢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，那作为皇后你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？鳌拜已经被打入天牢了，你难道还要替他卖命？我哪有替鳌拜卖命？我这不跟你一样被鳌拜逼着服了大补丸才身不由己的吗？我也就是偶尔替鳌拜传递一下消息，可我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啊。李太医，看在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姓的份上，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可千万别出卖我呀。我们不出卖你，你就要出卖我们。奕欢打了康熙1巴掌，你为什么要跟太皇太后告密？这叫杀人灭口。冤枉啊，李太医！我虽然跟你一样受制于鳌拜，可是鳌拜说了，我是他内线当中身份最特别的一个，有什么事他单独跟我联系。除此之外，别人毫不知情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兄妹也知情啊，又怎么可能想到去杀你们兄妹灭口呢？我跟奕欢毕竟是皇上安排在鳌拜身边的人，你是担心有一天我们知道了你是鳌拜的奸细，向皇上告密，所以才想借太皇太后的手先杀了我们灭口。不，李太医，我没你想的那么狠。既然皇上已经把鳌拜拿下了，没有怀疑到我，那证明你们对我没有威胁。再说了，我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监视皇上，每日向他汇报皇上的一举一动。可是皇上已经亲政，权威日重，我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，真的事无大小巨细都向太皇太后去汇报。更何况皇上那么宠爱你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挑拨太皇太后去杀了你们兄妹呢？我要是这么缺心眼的话，我还能活到今天，还能当上大内总管？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这我是真就不知道了。在皇宫里啊，这人际关系复杂着呢，你都不知道这背后谁拿着谁的钱，替谁办着事儿呢。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。看在咱们是同姓同乡的份上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我们要多多相互照应才是。对，相互照应，相互照应。皇上怎么愁眉不展啊？是在为奕欢妹妹烦心吗？
太皇太后出的最后一道考题实在是太难了，真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答案来。妾身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。哎，雪嬷嬷，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啊？老奴也想不出来。皇上不必发愁，这朝中人才济济，皇上何不暗中召集几位心腹大臣，共同商议一下，集思广益呢？说得对啊，婉心，这后宫之中，就属你最温柔体贴。别的嫔妃啊，都嫉妒奕欢，巴不得暗中盼着奕欢出事，只有你，才是真心实意的对他。妾身一来是为了帮皇上分忧，二来是真的喜欢奕欢妹妹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皇上啊，自从亲政以来，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见过咱们啊！啊，你们都说说，这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会不会是鳌拜一案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？嘿，李太医，你也来了？哎，莫非是皇上他龙体欠安啊？哎，嘘，这话可不可乱说啊！小心，这叫祸从口出。明珠大人，哎，李太医，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，皇上突然差人传来口谕，让卑职火速觐见，却没有说所谓何事。哦，行，进去吧。走，明珠大人请。请啊，朱爱卿，朕深夜召诸位前来，是因为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，朕思虑了许久，都没有想出答案，所以啊，想听一听诸位爱卿的高见。敢问皇上，是何为难之事啊？这有什么事情啊？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，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。哦，原来皇上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。有了，比如说，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杀不了自己。这个答案不对，这个答案只是诡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，而不是绝对做不到。这个答案必须是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，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。皇上，不知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，还这么着急，想要知道答案？这其中缘由，朕不便透露。周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，帮朕解忧就行了。有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，但别人可以呀。这个答案也不行。出题之人只怕会说，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离开地面，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给提起来？所以啊，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。皇上，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，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。究竟该怎么回答，完全要看出题的人是否在故意的刁难。皇上，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？终于赶来见老夫了！鳌拜，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天，想明白了吗？可有悔恨之心？老夫当然有罪。老夫这第一罪，当年不该冒死
从乱军中救回太宗皇帝。老夫第二罪，不该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为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这片江山。老夫第三罪，不该对先帝于忠尽心尽力地辅佐你这个黄毛小儿。老夫第四罪，明知你翅膀硬了，要来诛杀老臣了，要独揽大权了，老夫未能先下手为强，除掉你这个昏君。事到如今，你还睡在几十年前的功劳簿上，丝毫没有反省。你圈地害民，党同伐异，欺君罔上，弄权误国之罪。要不是你当年救过太宗皇帝，要不是你为大清朝立过那么大的军功，朕就算砍你脑袋100遍都不为过。老夫现在是做了阶下囚，这一生的功过随你红口白牙怎么说。但是玄烨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除掉了老夫，你的皇位就能够坐稳了。在你身边潜伏着2条毒蛇，他们随时都会要了你的命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朕不明白。那老夫就告诉你，你以为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2人是真心对你效忠的吗？他们实际上是在挑起你我君臣之间内斗，居心叵测。他们帮助你擒拿住老夫，只是为了骗取你的信任罢了。在你未动手之前，那个李建清就来找过老夫，把你的计划悄悄地告诉了老夫。老夫只是一时拖大，以为就凭你训练的那几个会摔跤的少年，怎么能拿下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呢？也没料到那李氏兄妹2人居然会反水，这才让你侥幸的险胜了。皇上，鳌拜这会儿也许说的是实情，难怪他事先就服下了解药。你让李公公赐给他的毒茶也失去了效力，也许真的是有奸细给他透露了风声啊。这铜匣果然是真的。欢妹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么艰巨的任务居然被你完成了。是谁啊？平时老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，现在知道夸我了？欢妹，我是你大师兄，又是你未来的夫君，你做对了，自然该表扬；做错了的，自然该批评。站直了，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哎，知道了。从小到大就这么几句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欢妹，我发现进宫以后，你越来越讨厌我了。鳌拜，你以为朕会中了你的挑拨离间之计吗？是，皇上，鳌拜也许死到临头了，还要这样搞挑拨离间的小动作。挑拨离间，玄烨，你这个无知的小儿！老夫虽然是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可老夫是大清的8旗子弟，你我之间的君臣内斗，毁不了大清的根基。而那个李氏兄妹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来历不明，行为诡异，说不定就是那前明的余孽。是，你鳌拜是满族，李氏兄妹是汉族，可是拿匕首刺向朕的是你鳌拜。而挺身而出替朕挡刀的是李易欢，若非李氏兄妹反戈一击，只怕你和朕的位置现在就一敌而处了吧。所以朕明白，你恨李氏兄妹，你巴不得置他们于死地，朕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玄烨小儿，你果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君王。你被那李易欢的美色所迷惑，你被李氏兄妹2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们这些8旗子弟打下来的江山，终将毁在你的手上。老夫倒要看一看你有何脸面去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！你住口！朕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能听任你摆布的傀儡了。你要是再在朕的面前出言不敬，
朕就让你的血溅在朕的龙袍之上！来吧，老夫这一生都在为大清卖命，没想到爱新觉罗家族竟然出了你这么个既阴险又愚蠢的懦夫！玄烨，你打开牢门，来与老夫1对1的决斗！来呀！如今康熙正在大力清除鳌拜余党，整个京城都人心惶惶。如果把这铜匣和奕欢得来的珠宝全部运出宫去，放在慈航药铺反而不安全，不如就继续放在这个永乐斋吧。师父说的是，毕竟眼下这永乐斋还是安全的。等大师傅离京之时，咱们再把这铜匣悄悄带出宫去，让大师傅带走。不行，铜匣不能放在永乐斋，欢妹也不能继续留在紫禁城里。既然找到了铜匣，我们赶紧撤离吧。我们现在就撤离啊？怎么，你还想继续留在宫里？你忘了和你一同进宫，被赐死的那3个秀女了吗？忘了那些仅仅因为看到你打了康熙1巴掌，就被赐鸩酒的宫人了吗？好吧，朱哥哥，我听你的。那六师傅、学姐姐，我们一起撤吧。大胆，鳌拜，你这个狗奴才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对皇上大不敬！你以为你真的是什么大清的第一勇士吗？我告诉你，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大权在握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得已的奉承而已。你想动手是吧？来呀，我索额图陪你练练。索额图，若是你阿玛还活着，那老夫说不定还卖他几分薄命。就你现在这么个鬼模样，你还不配和老夫交手？你滚一边去！哼，鳌拜，在皇上面前，我不与你乘着口舌之快。且不说我们2家的恩怨如何，就是你现在这样在军前失仪，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。我告诉你，你死到临头了！你可真会拍皇上的马屁，可笑！你阿玛索尼与老夫一辈子为敌，但老夫敬他是条汉子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小兔崽子呢？鳌拜，哪怕你是个勇士，像你这样的莽夫，也只配做爱新觉罗氏的鹰犬。朕乃天子，治国安邦才应该是朕擅长的。你那些技击之术，都是雕虫小技。朕纵然不如你，又有何妨？把他看好了，别让他自尽。你这个懦夫蠢货！你回来！你宁肯相信居心叵测的李氏兄妹，也不肯相信老夫这3朝老臣！你回来！我要见太皇太后！我要见太皇太后！回来！